如果按照我的理想，你知道吗？最好口罩是一边一个人的，因为不是说假日我就不呼吸了，难道假日我不去爬到公路不出去玩了？最理想应该是用自动贩卖机，然后不管是用身份证或者是用健保卡，那去买的话，一天给一个。那也许如果这个照中央说口罩就生产量达到1500万以上，如果是真的是这样，那应该是一次就可以买4个礼拜，我第一次28个口罩，17、28，应该这才是最理想的。所以我也觉得说，那种自动贩卖机的技术上都已经相当成功了。礼拜6会展示给大家看。以台湾的 ICD 技术，你知道吗？自动连线、智慧型的口罩自动贩卖机应该是做得到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校，我一直不敢下令说学生全部戴口罩，因为我如果下这个命令，我自己政治上要负责任。那就是你一片都没有办法给他一片，你怎么下令说你每天要戴口罩？所以我希望是说，如果台湾的口罩真的生产量达到日产量1500万片，最理想应该是用透过自动贩卖机，每一次买28，一次买4个礼拜就28片，这是最理想。如果我个人是这样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下令说大家全部戴口罩。台湾的疫情大概我们第一期是叫零零星星，境外移入。那我们这一波还好，我看到昨天已经降到3例，我没有看到今天的数字我不晓得，不过今天的数字还是比如说3例、4例、5例这种。我们大概第2波的危险期就熬过去了。这个我在想在防疫的战略上，当时我有批评过嘛，我们实际上在过去这个20天当中几乎台湾的确诊率都是境外移入，那本土的很少。但是境外移入大部分都是欧洲跟美国，因为事实上你把整个时间统计起来，从中国大陆进来的大概12亿、11亿左右，从欧美进来是超过10倍。所以假如说当时在防疫措施上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说对美国跟对中国要采取一样的标准。你从武汉进来，全部要集中检疫，然后要检查，才能上飞机，做一大堆动作。那你说美国人一个飞机上面就感染10个人，完全不设法。所以所以有时候还是秉持专业，因为对政治扭曲掉你的专业判断。顺时钟者生，逆时钟者亡，有感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呢？那是否会支持改顺贞昌？2个问题，谢谢。还看没懂了？没有，不要讲那么严重了，我们都拥护中央政府了。那顺苏贞昌呢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没有啦，我们都很认真在做事。你看，我跟侯市长2个都很认真在做事。我们政治口水少一点嘛，特别在疫情期间。我说，你看，疫情期间，我本来很爱讲话的，现在都不再讲话，就是认真做事就好，不要太多的纷扰，撑过去再讲了。这个。而且老实讲这最近都20个，我还是有点毛的，你知道，这个还是要先撑过去的。1个月后要口水战再来，对吧？国家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沉着应战的。那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一个阶段？我们总是要想好，不要等下一个阶段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准备，这种不好吧？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什么，我都做我分内该做的事情。那工作那么多年，知道下一个阶段大概打仗打到下一个阶段，我们要预判做哪些事情，我们就把它做好而已啦。其实柯市长做的比我还好，你们应该问问柯市长，柯市长做的比我还好，他也比我专业啦。他这挥挥手是很客气，他比我专业啦。他的部署也是抄所以大家也不要想那么多，因为而且2次的状况也毕竟还是1次，大家把下一个阶段工作做好才是最重要好不好？谢谢大家的关心跟支持什么超前部署或什么，其实都一样就差不多，我们都其实都是预期有什么需要，有往前做一些准备都有了。也许名词不太一样，但是做的都差不多了。